一份上新的调查，还是讲高中小学生若拄到困难，有超过6成去找 AI 参详。有校长是认为讲，目前政府正积极要培养 AI 的人才哦，也毋过毋但爱教学生安怎使用 AI， 愈重要的是安怎正确来运用 AI， 嘛应该爱知影讲 AI 嘛有可能会提供错误的资讯。 即马 AI 正咧快速发展，生活上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，拢会受到 AI 影响。新竹天下有针对国小甲国中的学生去做学习甲生活的调查，发现学生感觉拄着困难，佮无人通斗相共。有即款感受的，自旧年的6%到今年已经增加到23%。若心情无好，学习无顺利，敢若4成的国中小学生会找老师。 有6成会找 AI。当你心情不好或是有秘密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会想到谁？当然，第一个值得庆幸的就是有差不多1/3的还是会先去找朋友啦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。然后第2名其实到今年就是没有人，我就要自己来消化这样子。那但是我们看到 AI 啊，也跃升到有5%，还超过8%。 调查连续3年追踪，嘛发现学生感觉压力大的状况嘛变愈多。有47%的学生感觉压力真大，有43%无介意去学校上课。有校长表示，虽然这个结果甲伊伫教育现场甲囡仔互动的感受有真差，不过也会当理解，亲像学生对家己的面容有焦虑，也是人际关系的问题。确实甲 AI 讲，会互囡仔感觉较安全、较无负担。确实是一个警讯，因为你看 AI 它24小时在线嘛，然后立即回馈，而且给予满满的情绪的价值。那如果孩子不擅长于跟人沟通说话的话，他又有隐蔽性，他一定会选择跟 AI 沟通。也那心理师也指出，临床的经验也发现，囡仔逃避上课，甲伤害家己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，甲人际问题真有关系。调查团体认为，学校老师是学生伫 AI 时代会当经营真实关系的存在。嘛，呼吁教育部除了推广 AI， 嘛要让学生会当伫真实世界会晓处理人际关系。记者郭友基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